主后2023年7月24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上重要的教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到11节。兄弟姊妹，我要甲恁提醒，我传予恁的福音，恁有接受，嘛用这做信仰的基础。恁若有坚守我所传的信，毋是空信，就会靠这个福音得到救。我已经有将我本身所领受迄个上重要的信息传予恁，就是照圣经所记载，基督为着咱的罪死、埋葬，搁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搁活，又对彼得显现。搁对12使徒显现，后来伊有一摆对500外个兄弟显现，遐个人有诶已经死，毋过大部分诶人还活着。后来又对雅各显现，搁对所有诶使徒显现，最后伊嘛对我即个哪阵无够月就出世诶人显现。我是使徒中上微细，未堪得称作使徒，因为我捌迫害上帝的教会。毋过有上帝恩典，才有今仔日的我。伊赐予我的恩典无落空，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搁较拍拼工作。其实毋是我家己，是上帝的恩典甲我同在。所以无论是我也是因，这是阮所得传，恁已经有得信的。上重要的教示，保罗甲关系圣神温顺的信息做总结了后，接续甲话题转到搁活。保罗将基督搁活看作是上重要的信息。因为伊是关系福音信息完整性的教义。当时有一寡哥林多信徒宣称，无死人搁活这件代志。为着安尼，保罗对基督耶稣的搁活讲起，强调耶稣的搁活甲信徒将来的搁活是密不可分。人若相信基督搁活，安尼对信徒将来的搁活就袂軫相信咯。人若否定信徒将来的搁活，就等于是咧否定耶稣的搁活。保罗对公认证据十足的事实讲起，就是耶稣已经搁活，是照圣经所记载，基督为着咱的罪死、埋葬，搁照圣经所记载，伊第3日搁活。对耶稣的红埋葬，证明伊确实是死去。若是耶稣伫第3日对死搁活，也对伊正使徒显现得到证明。保罗强调，耶稣的搁活，毋是根据人的传讲，还是世俗的学说，是按照圣经所讲的。除了圣经，教会所告别的使徒圣经也具有权威性。使徒圣经所以会当诚侪全世界20几亿基督徒个别信仰的根据，就是因为伊是遐个跟对耶稣的门徒的信仰见证。使徒圣经虽然毋是使徒亲笔写落来，却是因见证耶稣对死有搁活所留落来的宝贵资产，对宣扬基督教义、防止异端的误导，使徒圣经拢是要紧的信仰根据。保罗无像其他使徒，捌甲耶稣有斗阵生活甲传道，是后来伫要往大马士革的中途，亲自拄着搁活一主，
生命受改变。对极力迫害教会的人，诚做见证基督的人。若毋是耶稣搁我的大能，亲像保罗安尼迫害教会、伤害信徒的人，安怎有可能诚侪传扬主道、为福音勇敢牺牲的使徒呢？有一位英国的律师弗兰克·莫里森认为，耶稣虽然伟大，毋过并毋是神。伊用5年的时间，企图找出证据，推翻耶稣搁我的神迹，证明耶稣搁我并毋是历史事实。最后，伊却发现一个预料袂到的结果，就是耶稣基督确实死后第3日有搁我。面对这个事实，伊决心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搁写历史性的大审判《Who Moved the Stone》这本册，将伊研究的结果公开互人知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耶稣的搁我毋仅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，搁较重要的是，耶稣搁我是一个体验会到的信仰经历。就亲像保罗拄到搁我的主，对迫害者诚做传道者，咱也需要倚靠基督搁我的大能来改变咱的性命。耶稣的搁我是一种会当改变人的性命的大能力，假使咱真正相信，的确会有生命的改变。默想：身为基督徒，我应该安怎见证耶稣的搁我呢？身为基督徒，我应该安怎见证耶稣的搁我呢？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我确信圣经的重要信息。求你互我伫生活中会当倚靠主耶稣搁我的大能，改变自私骄傲的心，互你所赐的恩典袂滴到落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